电视新闻讲有一个大尾鱸鰻过身，现场的变仔宛然花苦花篮，坐甲排队大路边去，送出山的顶头，火车甲几若条街仔路拆甲十口口，规个交通拢乱去，场面真猫，无似一般的社会现象。阮故乡是真单纯的所在，讲来真深色，嘛共款有鱸鰻。我想社会就是社会，无论啥物所在，都各行各业，鱸鰻伫社会变做普通的行业啊。搁较相共的是鱸鰻上仔出山的场面嘛真轰动。有一摆我转去故乡，路二线塞车，知影定着是有人伫出山，搁看到阿爸嘛对人咧送出山，想讲敢是倒一个亲情过身。阿爸叫我嘛爱送上山头，讲规庄出山的遐闹热的嘛只鱸鰻上仔尔。自我做囡仔倒捌鱸鰻上仔，伊本名本姓煞无啥人知。会记得有一个早起，我排册牌仔要学校，迄天轮到我做值日生，爱较早起摒扫。出到庄外，天才拍曝光尔。看到鱸鰻上仔徛铁马尾对面，路送倒来，到我面头前煞歇落来，问我是啥个后生，哪会遮摒势，遐早就要去学校。庄内人拢知影鱸鰻上仔暗时会去二林街酒家甲人啉烧酒、跋筊，透早才会转来庄里困。我甲伊报阮阿爸的名，佮解释讲今仔日是我值日，才着遮早出门。伊讲我是乖囡仔，爱认真读册，毋通大汉亲像伊安尼，无半步厝才着做鱸鰻。伊讲要互我钱买四手仔，表示鼓励。哪知裤袋仔真无钱，才歹势讲，昨暝缴费真歹，输甲大大，先欠咧，连工也叫遮互你，我若袂记得，你当着我爱会记得甲我讲。放学转去厝里，我甲阿爸讲早起撞着鱸鰻上仔的代志。阿爸骂我囡仔人讲话毋通无大无小，后摆爱叫上级啊。虽讲上级啊有安尼讲过，后日我若搁拄着伊，袂使甲伊讨钱。阮庄当是老窑，迄庄甲阮庄遮离无偌远，有一条蒙仔埔路相通。路边的田，一半老窑人，一半阮庄的。阿乐啊，因兜做的田，都甲老窑人砍种仔相隔界。迄阵水舀真快，一条日仔狗，甲顶楼落水溪水引来。老窑先到，因水因到遐，才有通着阮庄。半暝爱有人巡田顾水。伫田头仔开一气，互水入田里，搁做一窟落水沟窟仔。水入来先引起即窟，水泥的土沙流伫窟仔内，引起田里的水才袂高高，排着tro丛，会使讲真废气。顶区田水若破甜，就会甲进水器仔踢起来，下区才有水通饮。若因有够额无踢水器，因碰碰tro仔会烂丛。乐啊爱的弦仔耍音乐，做田放，因老爸无欢喜。半暝会派伊去顾田水。迄暝，乐啊为着第二天要去甲人出西角队，看隔壁区砍种仔的田水食甲差不多啊，就家己去甲人的田头起仔踢起来，甲水流落来因家己的田。过无偌久，种仔来真生气，用掘水器仔伫头白讲乐啊，甲伊拍甲倒伫涂骹，规身躯火，爬转去厝里。天都也要光啊，厝边隔壁都也拢精神，准备食早起要落田。看到乐啊，互老窑人欺负，众人真不满，逐个话讲要去老窑找砍种算数。即时阵有人讲砍种仔反比吧，人真歹，咱无依法，要是爱叫鱸鰻上仔来。迄个时间，上仔还袂转来。乐啊因阿爸甲几个厝边就去路头等，无偌久就等着啊。上仔铁马活的就要徛去老窑，庄内人对后壁要去。上仔讲，
即款代志甲恁无地带，我家己来去就好。详细诶经过是安怎，阮庄里无啥人知，老摇人闹气代也袂讲出来。尾啊，是阮迄班有老摇囡仔讲互我听诶。坎中人大箍把，伫老摇做人斗真罢，人缘毋是真好。迄早起，罗麻上啊去到地，伫门口定喊坎中啊出来。上啊错坎中啊无应该欺负故意人，中啊无通着到上啊亲门大户来到因兜插手，只我去要拍上啊，哪知上啊是有拳头底诶，使一个势，出手去扣中啊诶拳，顺势甲伊引力拨去边啊，中啊无两个手，倒拍伫涂骹。上啊吩咐伊爱传槟榔粉来伫位啊装车，通装设一任会室咧。趁上啊越头要骑铁马，中啊举一支笨签为后壁头落，上啊手后翘起互签着，跋落铁马。上啊伊看中啊笨签来渐渐搁进来，就甲铁马拎起来，当作武器伫挥笨签，无几个手，中啊签啊互铁马诶手环夹落去。上啊甲铁马拼伫涂骹，换扣迄支笨签做家私，落着中啊诶腹肚边。中啊规落我毋敢啊，答应要芳槟榔粉来甲落啊会室咧。上啊用喙夹咧衫仔黄尾，另外一手起哩一条落来，用喙甲手配合，甲手后翘包咧指挥，倒铁马扶起来，徛转去伫位仔困。罗麻上啊，转来庄里拢无讲啥，迄暝照常去二林街仔啉烧酒、跋筊。反转工早起，铁马骑出二林街仔，就去互刑事掠去，讲是老摇人将啊报案，故意伤害，有腹肚边落一空的伤单做证明。上啊，伫警察局无讲原因，简单承认有甲将啊落一空，武器是迄支将啊因兜的笨签。因为上啊态度好，肯甲刑事合作，毋过伊是伤害罪的累犯，就甲伊判6个月徒刑。上啊咧拐的时，定定有穿甲真歹的姑娘来阮庄里，讲是二林酒家的小姐，一摆来拢几若个斗阵，讲是惊上啊因老母3顿不度，赶菜摕米来煮饭互老伙仔人食。因嘛轮班去探家。讲上啊，伫人仔来好好，请因老母免为伊烦恼。上啊，因老母算歹命，少年就死翁，生2个后生拢真不懂。一个做罗麻，互人配痰配烂；一个去伫骹梢间仔国口做三七仔。伊70岁啊，本地就翘久，搁伫庄里行路拢头咧咧，表示做人见笑，互感觉真可怜。罗麻上啊，怪年半才出来。伊进前有案咧假释，伫假释中若搁犯案，怪无了的爱搁函，毋则会加拐1年。阮遐的人讲迄互做假罪。落啊，甲因老爸捌起面会，去互上啊骂，讲即款所在毋是一般做事的故意人来的。一人一途一款命，做事人介艰苦，规年趁天拢做甲比牛较忝。伊就是毋甘输赢，袂堪得操，毋则会行即条歪路，互祖公仔见笑。落啊兴耍乐去，嘛是好代志，总是凭伊做得家啊较实。转去爱骨力，替得位仔人出一口气。庄里无看到罗麻上啊是世上的代志，也无啥怪奇。普通时啊无代志，伊也罕得甲庄内人来去。听讲上啊出家了，无随转来，讲去别位仔替人过交警趁寡所费，一直到2年过，我才搁看到伊。迄早起要考试，我较早要去学校做准备，拄出庄就听到乌倒摆的声，是上啊，即马换骑机车啊。伊看到我，就冻店。我即摆会记得阿爸的交代，叫一声上职啊。伊大概记在歹，搁问我是啥个后生，我搁报阿爸的名。伊学了我乖，就做伊去。
我阁行几步，伊煞回头转来，问讲伊捌应过一个学生囡仔讲，若爷囝有钱，要互伊所费买四手啊。迄个敢是我？我想着阿爸的话，毋敢应，干打溜溜啊点一个头。上节啊讲，我囡仔人袂使讲话无守约束，我答应伊要甲伊提醒。伊是记忆无介好的人，我囡仔人哪会记忆也无好？随着出手为后裤袋仔认一个底钱的批夹仔出来，拄好我，叫我收起来。我毋敢摕，伊讲我若无摕去，伊今早晚嘛会阁跋输了了，卡输互我做所费甲交学费。放学了后，转去到厝，我甲批夹仔交互阿爸，内底有3000几箍。迄阵替人挂丢仔，一工才趁30尔。阿爸互我1箍银，伊讲要带我去价钱和互罗麻上节啊，大概是伊啉烧酒醉，才会互我遐济钱。阮到因兜，上仔出去啊，因老母讲上仔的代志甲伊无关系，无论好代也歹代，批夹仔伊毋肯替后生收起来。若袂，就等明仔载伊转来，才过来。翻转工，罗麻上仔无转来。尾啊，听讲伫过年有人跋歹缴骗人的钱，上节啊替人去买讨一个公道，煞去当局，错手拍死人，当场互警察掠去。即摆就判真重啊！迄钱阿爸拢毋敢当着，一直到我国校出业，考调都市的省初中。无钱通注册，阿爸才摕来用，讲爱感念咧乖家的上节啊，批夹仔会使留咧做纪念。尾啊，我就拢伫都市读册、生活，上节啊出家是几年后的代志啊。